全部迄北部的僵尸啊，要伊来铁色，铁色，配上木材料，有材料，要么伊材料，伊开木材厂、木材行嘅人啊，有散厂嘅人啊，所以佢嘅建筑用當多嘅樹啊，像講嘅日曬雨淋啊，伊條曬會木會棉啊，伊全部用洗腦器啊，哦，你講你遐用鋪嘅地板啊，你講鋪嘅榉木地板，當波喲，你去個地方看伊就知啦，伊個榉木地板像按真正嘅正經嘅榉木地板，非常好嘅，哦，即伊連貼片咧嘛啊，迄幾個你講嘅有嘅烏心石啊，哦。你講客家講的屋底啊，前眼之上的屋底會有那個黑色的虎斑啊，個墩呢就全部該去木的，還是所有的厝的用杉木去做的，全部去這個木材，你看幾多種的，檜農器啊，烏心石，還有樟樹，所以鬼堂屋啊，安太堂啊。5種珍貴的木材木米來。